自強不息，最後入閘係得心之餘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8場賽事3班千二離地，大熱係1，準備。隨自己步啊！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呢隻包裝8落係相當快閘啊！咁啊響外邊位置大佬喎，心想事成第3位內欄第4嘉應喝彩，中間第5呢仲有聖意龍啊！外邊黃衫嘅福國寶馬林，中間仲有得心之餘啊！後邊嗰5匹馬啦，自強不息、喜智寶、黃衫紅帽響尾4左右啦，出邊係海船時光啊！後邊2匹馬分別係英雄豪邁，暫時殿後呢係天行健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嘅咯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有一對啊！埋邊啊包裝8落啦，外邊呢就大佬喎，嘉應喝彩進佔第3啊，埋邊第4上咗好多喎，黃衫紅帽就喜智寶啊，再外邊位置紫色眼罩仲有聖意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得心之餘啦，走入邊藍眼罩天行健啦，揈出去外邊追嘅馬呢，有自強不息、海船時光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包裝8落仲係佔先嘅，中間喜智寶率先上嚟啊，咁啊2隻馬中間仲有大佬喎，外邊嘉應喝彩啊，咁啊中間位置仲有天行健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嘅喜智寶已經係將對手少少拋甩咗㗎啦，中間位置上嚟嘅馬呢，有天行健，出邊嘉應喝彩同埋呢隻得心之餘，贏馬係呢隻喜智寶啊，第2內閃啊嗰隻得心之餘啊，中間呢藍眼罩天行健第3，嘉應喝彩跑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喜智寶，哇入彎嗰度慳咗好多，已經走上咗好多嚟啊！結果就掟甩贏，得心之餘一路有啲內閃，咁啊都抽咗出嚟㗎啦。結果衝翻嘅第2。天行健呢就跑第3，第4名嘉應喝彩。右嘅喜智寶何澤耀咁啊，幫方家柏食嘅尾喎4.2倍啊，跑第2名9號啦，得心之餘何明年，12號天行健楊明倫第3，咁啊第4就10號啦，呢隻嘉應喝彩黃寶嚟啊。何澤耀食埋個尾糊啊，咁啊騎師王。1號、9號、12號、10號啊，尾場賽事嘅暫定名次。咁啊，臨尾都幾匹馬着6格落飛㗎，見到。所以條 Q 都幾好瞓喎。係咯。睇下張相先，第2啊，連啊，全靠努力追翻第2，第3啊，楊明倫嗰隻啦，天行健。係啦，好多馬落飛，但係隻9號就褪啊，回到9點幾倍。好啦，睇下尾場嘅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係1號嘅喜智寶，獨贏派42蚊，位置派16蚊。跑第2名係9號得心之餘，位置派30蚊。跑第3名係12號嘅天行健，位置派44個半。跑第4名呢就係10號嘅嘉應喝彩，連贏1搭9派336個半。二重彩1號9號順序派415蚊，三重彩1號9號12號順序派4454蚊，單 T 就派1115蚊。位置囂1搭9派96個半，1搭12派109蚊，9搭12派306個半。第3名張相，咁啊睇個反鏡啊，天行健啊，嘉應喝彩攞多飛後尾。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呢，就5號騎師何澤堯啊，34分封王嘅。
出閘唔係好快，不過有條內欄俾佢啊，咁啊都有試下試下咁轉咗上嚟。係啊，轉彎前入直路前已經第3、4位啦，跟住轉右海嚟再西出啲，咁咪又唔使揾位嗰度。係啊，好正啊！沿途嘅際遇好好啊。係啦。家柏都贏翻場，何澤堯成為今晚唯一一個起孖嘅騎師。最近轉咗何澤堯啊嘛，又轉咗布文之後啊，其次人進話你知啊，李志寶。布文都係冇海船時光啊。如果都係大佬嗰塊啊，包裝霸樂嗰啲啊，都係擺前啲，兩隻拍住鬥啊，嗰個就啊，即係拍到實。係啊，都預咗兩隻最快，速度高啲。咁今日又唔係好着數放頭。提提大家，下次賽事嚟緊嘅星期日呢，係跑馬地嘅日賽啊，咁啊記住唔好去馬場啊唔好去做馬場啊入場嘅馬迷。咁啊10月27號跑馬地日賽，頭場開跑時間就係12:45啊。10場啊本地賽啦，加場預約轉播啊，12:45開跑。4連環1號、9號、10號、12號就派2002蚊。4重彩1號、9號、12號、10號順序派29,113蚊。啲騎師成績真係近啊！何澤堯贏翻2場咁啊，而家排第3咯喺騎師榜。好，巡邏影片啊睇埋啦。起步啦，大家出閘都相當之齊嘅，咁啊又唔係預期之中咁多馬就鬥走啦。中間就包裝霸落埋邊呢，聖義龍加應喝彩，咁啊心想事成就定翻住啦。出邊就大老窩，福國寶呢都喺即係嗰堆馬嗰度嘅，跟住得心之餘啊淺紫色衫啦。埋欄嗰隻加應喝彩呢，轉彎轉得唔係好靚，但係佢轉得唔靚呢，就益咗後邊何澤堯攞位攞得順喎。咁啊後邊就天能健包尾嘅，前面走啦，咁一對。不過就係放頭馬最罩嘅咁樣，係一對拍住拍實一齊走啊！哇，中間撞得幾緊要喎，聖義龍嗰度啊，就係嘉應學賽出嚟咯。係啦，嗰度撞咗幾隻啊，所以起字步呢度就輕鬆啦，一路咁攝。第4位啦已經。係啦，咁啊再轉彎再出少少，黃寶嚟咁啊，直情都唔使攞位呢度啊。反而聖義龍啊褪咗落去，後尾又唔追啊。好啦，嗰度撞咗啲嘢啊。隔離得心之餘上嚟，中間啊天行健。都係天行健㗎，唉，全諗住白紙都白埋啊！結果都真係楊明良好鬥志，係咁自不捨咁，最尾都打翻上嚟。你開面自強不息嗰啲條邊啊，我哋壓住咧都唔係打落去，好明顯嘅呢啲啊，爭好遠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晚嘅尾場賽事都複播完畢，派彩作實㗎啦。位置 Q 派彩1搭9派96個半，1搭12派109蚊，9搭12派306個半。2重彩1號9號順序派415蚊。4連環1號9號10號12號派2002蚊。4重彩1號9號12號10號順序派29,113蚊。孖寶頭關2號尾關1號派365蚊，頭關2號尾關9號派164蚊。第4號孖 T 頭關2號3號7號尾關1號9號12號派285819蚊。
第二後三寶正獎頭關9號、次關2號、尾關1號派2211蚊，安慰獎尾關9號就派805蚊。六環彩派30244蚊。六寶獎今晚就冇人中啊！今日又有多寶喎，10月30號嘅六寶獎呢，將會有超過340萬嘅多寶彩金嘅。騎師王最後賽果5號編號嘅騎師何澤堯34分封王。睇埋尾場分段時間，頭段13秒23，第二段22秒38，末段23秒21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08秒82。咁啊，睇埋今晚8場頭馬資料啦。咁啊，騎師方面呢，咁啊何澤堯起碼啦，今晚成績係最好啦。咁但係華將呢，都幾位都唔錯，楊明倫啊、潘明輝都有頭馬嘅。練馬師方面就伍鵬志威晒啦。咁啊3V啊，亦都做埋今晚練馬師王啦。咁啊，其實都係幾個華莊都有表現喎。羅富全啊、沈集成啊、蘇慧賢都有頭馬㗎。咁啊，嚟緊啊星期日呢，就跑馬地馬場啊，咁啊跑呢個10場本地賽啦，另加場越洋轉播秋季天皇賞啊。今日直播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咁啊，星期日跑馬地馬場再同大家賽馬直擊啦，拜拜。拜。